咁多快攻，屌！好，第二節，依家贏緊11分，第一節，第二節開始。依家用封老師做控球，阿恒繼續打，阿華繼續留低，踩線3分，計3分嘅，3分，計3分，計3分就3分啦。球戰第手啊嘛。好啊，哇！合總一個封咗，威 Sir 未熱身啊，大佬啲關節未有油啊！3分嚟嘅，第一次試射。我落場冇撚晒畫面㗎咯喎，屌！錄緊啦係嘛？錄緊。唔好落場啦咁。我收版權㗎，屌！製作費。空晒啊！走啦，走一個。得唔得？哇，靚啊！打硬淨啲。唉，落場啦，又唔掂框。冇事啊，冇吹啊，繼續啦。得㗎啦。冇事，繼續。冇事。冇吹啊，得㗎啦。200蚊球證唔係流啊，屌有牌啊！200蚊球證啊，佢又睇到㗎啦，屌！我哋睇唔到，你睇到啊！呢個射咗好多球啦，3分。好波。OK， 16分。抄屎！汪老師俾咗阿華，俾翻汪老師，將節奏打慢，空晒。阿華嘅原來係交波，一個串連，交俾盒仔，盒仔俾威 Sir，哎呀，一個迷你鐵三角，哎呀，爭啲，藍色攻勢，騎馬射金錢有2分。喂，冇人追緊轉頭啊，大佬屌你！正負值係1，係負1。我打呢位唔好重疊先得㗎，要走埋一齊得㗎。洪老師，華德先生，我唔識教㗎喎。威 Sir 射啦！屌你空晒唔射，空晒唔射選擇。2打2。哇！哇！哇！好生猛喎，全場飛嚟飛去，威 Sir 要射啦，唔好客氣。哦，31啊喂2分嚟啫嘛。3分啊都冇踩3分，都冇踩。唔係，係個球證對咗3分。3分啊，報3分啊 ，OK。佢完全都冇踩。扣住3分。威 Sir 落空位。哇！老師啊！哇！老師好勁喎！老師呢球有啲紮實喎，呢個射籃。唔得咁噶喎，大佬。好玩啊嘛，而家咁樣。我轉下。你計分喎。23號。加分，洪老師控住個波，交俾威 Sir。喂，屌你啊！交俾阿恒，阿恒又騎馬射金錢，有啊，加分。一個對住，威 Sir 對住佢。又有啊，又唔係又射啊！射，哇靚波，俾一次機會。6七啦，做乜唔夠膽上？啊，做乜唔夠膽啊？哇，冇得入啊！威 Sir 好住先，唔好打快攻，冇人過咗半場先。
交動手，唔使急啊！好波35你㗎啦，啱啊 ，OK。交錢得未？2分。35加2啊，37。又係呢招平射考嘛，射金錢。落位啊，威 Sir， 落位啊！俾啊，俾翻。hold 住，俾得。哎呀，人情世喎。冇啊！冇乜力啊！個三分射手，貼咗10球都有啊，入咗1球。他到我們這邊換個臉上，他到我們這邊，對嗎？快啲，可以開。而家換咗我哋嘅核心啊，租落去，希望個勝利嘅天平會傾斜翻去藍色衫嗰邊。龔老師將節奏打慢。依家最啱啊，汪老師㗎啦，因為唔計時，可以將節奏打慢。合總交俾威 Sir。阿華，冇時間限制啊！哇！全部都係猜外邊。哦，以為射波，唔係，原來係交波，俾人bắt臭埋。龔老師，冷靜，落位啦，散開啦，落心啲啊，小盒仔，落底啦，企喺底度啊，盒仔。日怪 sorry 冇撚用嘅，一場波10。sorry 哥啊，sorry 哥。喂，有冇我哋嗰場波評價？好，呢個三分射手暫時失準啦，而家。佢一入你就碌招啦。幾個位射啊，我都去唔到嗰邊㗎啦。佢而家會切2個。有啦！碌招啊！黑三波，人哋波。吹咗得。加油！哇！命中率好低啊，23。落心啲盒仔。碌場。好似背波。啲粉絲。哇！呢個好有信心，呢個。哎呀！喂，射咗2節射咗1場嘅出手次數。有啦！哎呀，啲射手，哎呀！咪佢老味，咪唔做汪老師。佢哋入咗2。盒仔啊，你如果人多咧，你落去個底線度，企喺度都得㗎啦。你落去個底線嗰度企喺度得㗎啦，你冇飄咗3分線啦，落心啲啊，盒仔，企落去個籃板嗰度啦。
你重疊晒啊！唉，喂，3分，23，着得23號有啲料到。依家仲未兌現佢個球衣號。啊！俾阿 Jo 攞到啦！阿 Jo 突然間叛變啊，變跌，睇下有冇奇效。係啊，啱啊！而家叫華頭唞啊，用得太多。唞換邊個得㗎？你換人咪有得唞咯。抄時上去熱身嘛。咁你咪叫咯。3分手㗎啦，你而家3分手要打2節㗎。打晒，唉，唔等掂，沒有吹。收線得未？得未啊？過咗嚟先啦，得就得。好啊，俾我啦，唞啊！佢仲有2分，抽線，打到50分啊！好啦，你就唞，咪等陣，你第3節啊！係啊。飲啖水先啊！你坐陣踎喺度。將節奏打得更加慢。23號，哎呀！輸23號，輸23號。命中率唔超過20，全隊。我有天眼喺度夾住你，放心，可以上訴。風老師啊，大佬 ，sorry 哥，好，執返。又係3分嚟嘅，好勇猛啊！哎呀，你碌柒啦！打個回頭。依家俾我着鳩咗你啊，大鑊！好，而家重新開始，24分。又係呢一節嘅起跑線啊，同一起跑線。重新開始。盒仔射3分，還啲顏色。盒仔攞入去。唉，你又唔得㗎，唔得㗎。我強，紅波抽死。哎呀，追啊追啊！大鑊！一啲。冇用㗎嘛，未熱身啊！大佬，你同嗰個50歲嚟講呢番説話啲唔啱喎。你冇到佢啊，3分。屌，抄先同我差唔多㗎咋。唔係嘛？扮豬食老虎，原來抄市。3分。又係唔入，又回復翻呢個打鐵呢個狀態。幫佢啦，救佢啦！自己打，哎呀，碌柒啦，搞唔掂啊！幫我先，單防23號，射唔照食嘅佢，冇事。舉手啊，風老師！唔好帶，碌柒，一大碌柒，冇事。好有信心啊！自己執返。哎呀，冇信心唔好跳埋去啦。好，輸緊啦呢一節。集中呢個23號啦，佢23號係咁入啊。問題不大。佢攰㗎啦，佢射咁多。唔係而家又進翻啲喎，俾佢回咗氣啊！入咗3球啫嘛。
射順咗啊！射得，踩界唔入。喂，華叔準備啊，一樣要靠你啊！行就得啦。籃板靚晒。衝啊！快太慢啦，幫老師入咗兩個。好，好吧，40。唔係你係咪都慢慢上去，唔好等佢射。傳咗上去等射你出呢個出人不出力。係啊，你傳咗上去，你射咗我翻嚟點？都上去添啊，大佬啊！阿邊？我見人先得㗎，咁佢咪3個步，5個步3個，2個都唔中。小飛俠攰啦，睇波。食唔食？好。食啦。哇！拉間。喂！我全部睇波喂，對位啊！好。32。有冇手波啊8分波。手波㗎。未完啦，未完啦，暫停啊！手波3分波。個個都睇波。我哋唔係輸㗎，贏11分啊嘛，而家輸咗3分啫，輸咗3分啫，唔緊要，仲有本錢。喂，而家佢只係3分啊，磅，1對3分得啦，入邊交俾阿恒啊，阿方老師嗰啲係啦，我前面嗰兩個係冇咁多如果32號攞23號攞波，你睇個。阿中一個都嗰邊唔夠啊！係我係親我啦。好，繼續啦，繼續啦。阿恒跑一陣啦，我大家派出呢個菜鳥啦。你唔知我哋 book 嗰場係嘛？換衫啊！佢白色衫唔得，白色衫。唔係啊，佢仲要白色嘅衫。我波威水你咪打㗎？喂，佢係我哋㗎。公仔打得咯喎，有毛仔就毛仔可以打喎。毛仔都唔入嚟嘅。毛仔可以打。毛仔乜嘢先打？你打唔係你白先生，唔係白先生，我哋。你叫毛仔入嚟打，我錄緊啊。毛仔邊啊？你咪個車度。叫毛仔啱落過嚟啦。你叫佢過嚟，不過佢冇白色衫。啱佢玩啦，呢啲啱佢。8分，分差8分。洪老師3分，打飛機，哎呀，射得。好，繼續。你快攻啊！一個打2、3個先嚟，你幾球都係1個打2、3個，所以你辛苦啦，你一定辛苦。俾啦，屌空晒。我見到你好多波咪偷跑。係啊，所以咪變咗我哋即刻快傳俾你，就其實所以1個打1個，你一定賴嘢㗎。係啊，佢哋好危險，我就係驚啊。42，加分42。42 ，OK。3分，冇啊！3分。
有冇計24秒啊？冇。哇！45啊！今次又阿 Jo 一落嚟，我哋又保持翻優勢啦，又有翻13分優勢。冇仔準備，叫攞準備白色衫。係會見白色衫下場你。2分。調轉就白色啦，係咯，調轉就白色啦。又得。俾右位，唔係話拉間。咩要避咧？咩避咧？遠咗啊未？50分先至完。你仲做剩緊拖啊？我哋工人啊，打第3節啦。哇，犀利喎！唔入。射啦，3秒啦。未唔好射。死啦！帶埋啲人過去，盒仔打啦喂！屌放水！哎呀，短晒龍！你打啦，山搞到阿威 Sir 都耷晒頭。咁走佢啦！計24秒嘅咩？冇啊，計分唔計時間啊！威啊，你計啦，24秒。舉手。3分。打分啊，唔打時間。有小朋友打，啱你打，嗰2個小朋友嚟啫嘛。5分鐘都嚟啦，5分鐘就1分鐘都嚟緊都屌！正就係好，過去幫佢啦，落心啲啦，企喺度嘅。嗰波可以攞啦。入唔入？積極防守得㗎啦，唔入唔緊要㗎，個個都會唔入㗎。3分嚟嘅，唔入。換人啦！換唔到。等下換。一陣換咗77啦，一陣換咗77。哎呀，驚！射啦！哎呀，唔夠膽射。唔好，吹雞又換人啦，換77啦，個77冇氣。咩啊？一陣先啦。得唔得啊？得個屎忽！唉，亂嚟。凍係打波咪啱咯。車裏邊亂粒粒。因為冇氧氣啊，閂晒門。我開換㗎。下場。唔得。打開到2次。好，入2分。39。哇！你都覺得黐線，靚喎呢球，47，又送波，
啊，你識睇波啊！而家兩分啦，飲咗。唔好做嗰啲嘢啊！嗰啲太難交啲。49，頭爭1分啊，唔使換啦，唉，50分完場。換唔換啊？咩，打射埋嗰球先。唔入你就佢 M1 啊嘛，射入咗50分，佢停㗎啦。50分入咗唔得。係啊，入咗停啊！球威！哦，完50分，上半場完畢，你射下波，射嗰邊。